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广东南台湾的客家中，广东人会前面多位黑枪民奴尼普的贩卖也得提起。不过，如睇高雄屏东江街嘅李港乡有一群高莫数多注意嘅行人咯。李港乡嘉东村嘅五鹿社区係李港唯一嘅客家莊。五鹿一隻地名，當地客話講五鹿，恁拜本做上五鹿屯下五鹿莊。像中年人呢，都徛喺地位七上，只得講係一隻中家村。幾多高數民農像中年人，都係對上五鹿莊曬過去嘅。下五鹿莊呢，現在種嘅幾些人幾少，都常常本人聽表係的。一隻社區點點日，都係好多種，人從19下來發展出個特別的客話為次方言。接下來都帶大家嚟認識一個六隊當中人工有對嘅方言體下五鹿莊。3、4月是不可以剪那个当风哥哥的那个是唔得啦，因为日头过热，而且那个四肢会晒到受伤。农民冇限人地染度节拍，熱情嘅南台灣日頭凍辣，氣候問題，仲雷蒙一定好。雷蒙做嘅3項，啊，存喺檳榔嘅度，啊有種小龜安尼啦。種雷蒙充氣有好樹啦，小龜都有好樹安尼啦。種伊個雷蒙吼，洗頭比較有迄個春嬌啦，咱一般上班啊，一般做雷蒙吼，啊我迄種哦雷蒙洗頭吼，實在是清寒啦，啊有寒了就來剪，啊無寒了咱空得。雷蒙人眼頭天都做好早，就唔是按到古類之理，係偏東理工五鹿社區從上嘅經濟生活。講到高偏地區嘅客家莊，一般都唔會想到理工，唔過為財交通村嘅五鹿社區，唔單淨係理工唯一嘅客家莊頭，咪係南浦六隊九隊嘅發言體。至於歸反亂嘅時節，我哋客家莊即係我可能滿滿啦、竹田啦，後面嗰條。都讀呢啲客家，六隊啊，六個隊，六個邊樣做嘅，前中後左右，我哋無論都有隊。哦，當時含人本是六隻，哦，以前冇嘅民農啦，嗰啲六隊啦，嗰個態度關高數冇安尼隊咧。啊，近呢時間都總體社會都冇，想變成隊就變必然啲嘢。人類都講要上五鹿下五鹿嘛。啊，因為天然嘅災害，加上人呢一種互相嘅衝突，故所造成嗰度嘅人都講上五鹿嘅人搬出去搬去美容啊，搬去高樹啦，嗬。啊，存喺一條人，講起來都第一本一附近嘅環境保護項啦，喊到人多都。附近也冇其他行人。呢下嘅五鹿社區，除係下五鹿、西玉五里、北角府、西巴朗沙，上中年將嚟黐上邊嘅，最近除係中公村。上巴朗園內，呢附近呢，溜溜小小都發展咗好多種，除強調下五鹿講客天天，係一個古道，還顯示呢種就嘅是方言。啊，即係讀書嘅時節，第一咧伴送。40-50人，可能有4、5個喺我哋本莊嘅行業，其他嘅全部攏掛甲條莊嘅好多人。我哋咧純正嘅客家話，慢慢本人同化起嚟。所以人講啊，如果唔能講好多話，要客家強；講客話要好多強。比如講話家裡，好多話講話家裡，邊一個一定講客話咩講捱間，客話嗰講反間，嚇啊一定因為同好多人。要來往咪係都講塞運，對好多人嘅幾種話飲來都用嘅。不過，除全部好多人包圍嚟，日料理類、醬料類也係加到下五鹿嘅好多人，最尾都會講下，對染布鄉加類嘅領域會除係一樣。啊，而家客家話係加過嚟嘅時節，爭天天嚟學嘅。係天天嚟學嘅，啊我唔曉得講啊，但是糖油啦，啊我唔曉得講。
讲个讲唔会脏，人家会人拢会笑。你讲客话啦，一般国语，一般台语安尼。中条度嘅建设体，赴岸用度赴世界3国方，都看得出俩系客家中条。有我哋部落啊，有一個3國黨啊，以前我哋下部落莊嘅部落莊啊，個體莊，度3年爆發嘅時間，人家嘅金變啊，變呢啲時間啦，一個你蒙牙，個蒙牙個苗農唔變咧，一蒙牙，佢嚟流，本水流走，水流到下一個下面都一個橋嚟。村民講，兩下橋之界3國方，就係對下湖路過去嘅，為到去保存大道歷史，沙區咪透過去訪問記錄、調查文史來保留客家嘅古。總比做底下同人哋講，我哋慢慢再把它收集，再把它累積下來。因為我哋本身來講，以前我哋就出一本嘅武洛社區裝置嘛。我哋嘛希望我後續來講，如果說有一些過後嘅資料，我哋都想把它做一個修訂。除了之外，沙溪都還有一件客家文物館，是按講5類數字兩道，全係透過老祖公嘅雙生法為用到嘅東西。你頭前啊頭前還有一個狗啊，有這個狗呢，這個白菜蝦。有既定嘅限制時陣，阿媽做嘅嘢做嘅神，做冇嘅苦，做嘢做嘅臨神，從我哋內邊要冇差嘅，但是有啲東西係要我留下來，包括做嘅啦、耕田啦。用嘅嘢就農具啊，全部文化有留下來。這種嘅東西就是有一個承先啟後。那如何把我們的客家部落這邊把它推廣出去？比如說我們的跨年晚會，比如說我們每年辦的這個美食博覽會，我們都會預留一些攤位，讓我們的武洛社區客家部落能夠在這些公開的活動裡面展現出來他們的特色。當然，我們本身目前客家本身，我們現在做的就是一個亮點啦。但是如果說再跟統業的比較屬於像純客家鄉那個，其實我們覺得我們做還不夠啦。我們現在做的其實還不能夠讓人家覺得說你要亮點真的夠很吸引人，能夠來你這邊這樣子。那這個當然我們後續的講還是需要還要再去發掘。村民講，下湖路係一張冇人記得嘅客家莊。2多年透過沙溪認錯，溫史資源調查，唔但將會保留客家嘅歷史，還能會打出湖路客家莊嘅名聲，為下多年來認識了解，也就本河路莊保護，就能貼貼豐富文化嘅社莊頭。